我们这个木雕的这个保存者，那可以说双保存者嘛，看来呢，这个李炳贵大师，那他呢不但只有这个雕刻的部分是非常杰出，他在这个书画的部分以及呢诗词的部分也都非常的这个有这个深度厚度哦，那所以说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文化界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那他本身也是李家里面的第5代的一个传承哦，也在公师承他的爸爸李松林大师哦。那可以说不论在雕刻方面或者在人像方面，都有非常他的这个深厚的一个功力。那在这边我们呢恭贺我们的这个李大师荣获了我们这个人间国宝的这个号称。很多工作题材上，这个我是做很多做人物的雕刻。那人物的雕刻，不管是观音，或者是观音菩萨，或者是关圣帝君，或者是其他诗词人物的那个描写，都会以往这个方面去发展。来靠近李炳贵大彰化之光的无几个。彰化之光，赞。对，这些意思是那个文化创意。好，我们看一下左边。我们这来人诶，我这是正认真。